上局上新的资料，因为东北季风真强，规个台湾的连续落雨落7天。各位家长，是的啦，今仔演出吼要取消啦。我嘛是徛舞台，就算讲台卡剩一个观众，咱敢毋是嘛爱照常演出？你即摆创啊？是有甲恁讲唔免尊重舞台就对了。这司囡仔是安那开车的啦？啊哈！路边的一台乌托邦咧向向撞出来啊！迄就是代表轻口惯势啊啦，啊袂堪迄个风吹日拍啊，现在传受惊。这两个高司囡仔讲哦，咱这团的钱收少，买别团演。我来做做金鸡，敢袂伤过委屈？阮老师拢有教，干那小演员，无小角色。以后有好气好气风，我要做什么？哥哥啊哥啊哥！汪汪啊汪啊汪！